用一本書帶你行入一個未知維度。大家好，歡迎翻返嚟舒適空間，我係阿日。今日我要介紹一本影響咗我好深遠嘅書，叫做《納瓦爾寶典》。咁老實講呢，呢個 channel 點解會開咗呢？其實有一部分原因都係因為呢一本書。咁講呢一本書之前呢，首先要講納瓦爾係一個咩人嚟嘅？咁納瓦爾呢，佢係全球最大嘅新創募資平台 AngelList 嘅創辦人。咁佢呢係曾經好成功咁樣投資過 Twitter 同埋 Uber 呢一啲嘅企業，而佢更加為華語圈所熟知嘅就係佢會喺 Twitter 啦，即係依家嘅 X 上面分享一啲心得，係關於財富同埋佢嘅人生哲學嘅心得。咁佢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出咗一條 Twitter， 就係叫做 How to Get Rich Without Getting Lucky。依家咧，你上佢嘅 Twitter 嘅 account， 即係 X 嘅 account 上面咧，都會見到佢係編住咗呢一條 tweet 嘅。然後就有一個網民啦，叫做 Eric， 佢就發現咧，佢呢一啲嘅內容咧係好 thoughtful。咁然後佢就同Naval合作啦，咁就用咗幾個月將佢以往嘅一啲訪問啦、一啲 blog 啦同埋 tweets 啦，咁就整理分類，然後喺2020年出版咗呢一本《納瓦爾寶典》。呢本書呢，佢就係將納瓦爾對人生嘅反思啊、哲學啊，都擺咗喺呢一本書嘅入邊。呢本書係圍繞住兩個核心。第一個就係財富，第二係快樂。佢話賺錢係一種技能，快樂係修行。咁首先第一章呢，佢就會分析致富嘅核心哲學。Naval去界定啦，賺錢唔係單靠埋頭苦幹，而係一種技能嚟嘅，你係可以去學習得嚟嘅技能。佢首先釐清咗財富、金錢同埋地位呢三個 concept。財富咧，佢就認為係你喺瞓覺嘅時候都可以幫你賺錢嘅一啲 asset、一啲資產，就例如話一間廠啦、機械人啦、電腦程式，或者你可以租出去嘅屋，或者係公司嘅股份。佢就認為財富即係 wealth 嘅本質係可以具備生產力嘅一啲 asset 資產。咁而金錢咧 money 就係我哋用嚟衡量財富同埋時間嘅工具嚟嘅，係個社會回報你過去貢獻嘅一啲借據啦，等你可以借用其他人嘅時間。而地位咧就係你喺社會階層入邊嘅位置。咁通常咧係一個零和遊戲嘅，唔係你輸就係我贏。Naval佢就建議要避開玩呢一啲嘅權力遊戲啊，因為佢哋咧係靠攻擊創造財富嘅人嚟獲得地位，而相較之下呢，創造財富其實係一個正和嘅遊戲，大家都可以一齊贏嘅。咁點樣可以賺到錢、創造到財富呢？Naval就認為個社會唔會因為你付出勞動力而去俾錢你，而係因為你係要提供到呢一個社會想要，但係仲唔知點樣可以得到嘅嘢。要做到呢一點呢，你又需要有一啲 specific knowledge， 獨特嘅一啲知識。呢一啲獨有嘅知識呢，係冇辦法透過學校嘅教育或者係訓練好輕易咁樣去學習到嘅技能。如果一樣技能呢係可以好輕易咁俾人教識，呢一個社會就可以訓練其他人嚟去取代你，同埋只會俾你最低嘅報酬。咁點樣發現到獨特嘅知識呢？咁佢通常咧係同你嘅天分、你真正感興趣嘅事同埋熱情係相關嘅。佢對你嚟講咧係好似玩緊咁樣嘅，但係人哋眼中咧就係工作緊。納瓦爾嘅建議，你回想翻你小時候或者後生嘅時候做起嚟得心應手，同埋受到其他人注意嘅一啲事情，去發掘你自己嘅獨有知識。
你嘅獨特知識呢，其實係獨一無二嘅混合體，佢係將你生而為人嘅一啲特質啦，你特殊嘅背景同埋你對呢一啲經歷真實嘅回應結合埋一齊嘅產物嚟㗎。有一句説話佢講得非常之好，就係冇人可以喺做自己呢一件事上面比你自己做得更好。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個體，做自己唔需要同邊個人去競爭。當你覺得同人哋競爭緊嘅時候，其實係模仿緊其他人，因為你嘗試同佢哋做一樣嘅嘢，但係其實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唔需要去模仿人哋。而你所建立嘅嘢，其實就係你本質上你呢一個人嘅延伸，冇人可以同你競爭到。單單有知識係唔足夠嘅，你一定要將佢轉化為所有權，同埋要付出相應嘅風險。納夫話：出賣時間唔會令你發達，用時間去換錢嘅工，就算係好高時薪嘅醫生或者律師，佢會令你嘅投入同埋產出係有緊密嘅連結。一旦你唔工作，你嘅收入就會中斷。所以咧，擁有公司嘅股權、智慧財產或者係產品嘅一部分，你先至可以獲得 non-linear 嘅成長同埋被動收入。除咗股權呢，你都應該要承擔責任 accountability， 去敢於用自己嘅名義去冒呢一個商業風險。喺現代社會入邊啦，可以喺大眾面前失敗嘅人，反而係掌握咗巨大嘅權力同埋建立信任嘅機會，等個社會去回應你。納夫認為槓桿有3種，第一種呢係人力槓桿，即係幫你工作嘅人，呢一個係最古老嘅槓桿，但係納夫認為係最差嘅一種，因為咧你要去管理啲人咧係極需要心力去管理嘅。而第二咧就係資本槓桿，亦即係金錢，佢係作為20世紀最主要嘅致富工具，但係佢係需要攞到許可嘅槓桿，即係一定要有人俾你錢，你先至可以使用。而第3個咧就係複製成本接近0嘅產品。呢類型嘅槓桿主要分做2大個領域，第一個就係 software， 第二個就係 media。咁 software 就好簡單啦，即係一啲電腦程式啊，又或者係 apps 啊。第二個咧就係媒體啦，書啦、blog 啦、電影啦、YouTube 片啦、podcast 啦，呢啲全部都係 media。呢2類型產品最特殊嘅優勢係你唔需要獲得許可就可以使用，你只係需要一部電腦，你唔需要任何人嘅許可或者資助，你就已經可以將你嘅努力去用幾百倍咁樣放大。而且咧，呢啲產品就好似一隊機械人大軍咁樣，你可以喺瞓覺嘅時候咧，呢一啲機械人可以全天候咁幫你去工作嘅。相信聽到呢一度聰明嘅觀眾就會知道點解我一開始會話呢一個 channel 嘅誕生都係源自於呢一本書《納瓦爾寶典》，因為納瓦爾佢講到嘅一啲哲學咧，對我影響真係好深刻。首先係佢講到要揾你自己嘅 specific knowledge 啦，咁佢就話係同我真正嘅興趣熱情相關。因為我自己都前排都處於一個好迷茫嘅狀態啦，就係返工都返咗幾年啦，但係越做呢個人係對眼越嚟越冇光啊！我就開始覺得呢一個問題好大啊，因為其實我依家做緊嗰份工呢，同我由細到大嘅性格啦、興趣啦，其實都完全唔一樣嘅。咁而我回想返，我其實最閃嘅時候，個人係發光嘅時候係咩 moment 啫？就係大學做 project 嘅時候去拍片啊、剪片啊，我係好開心嘅。其實我係好鍾意做一啲 content， 又或者係創造一啲嘢出嚟。當我完成到一條片或者係一個 IG post 一個內容嘅時候，嗰個滿足感真係好大。而納科之後又講到，你係可以去利用 YouTube
podcast 呢一啲媒體去延伸你自己。所以我結合咗我自己嘅興趣，我呢半年呢，其實好鍾意聽 podcast， 好鍾意睇一啲長嘅訪問同埋睇書，然後睇完呢本書就更加激起咗我內心嘅動力，去做一啲真正自己喜歡做而又做得好嘅事。咁所以呢一個 channel 就誕生咗啦。OK， 講得太遠啦，我哋繼續翻嚟呢本納瓦爾寶典。咁然後呢，納瓦爾認為判斷力呢係比努力更加重要嘅。判斷力係你知道呢一個行為會產生啲咩嘅後果嘅智慧嚟嘅，而喺槓桿嘅加持下邊，一個正確嘅決定可以產生到截然不同嘅結果。例如話巴菲特1年嘅思考，佢淨係用1日嘅時間去採取行動，但係呢一個行動係足以影響佢幾廿年。納科佢分享，佢幫自己設定咗一個極高嘅時薪，佢當自己嘅時薪係可以去到1小時5000蚊美金，並且係嚴格咁樣去遵守。如果佢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嘅時候，佢嘅價錢係低過呢一個時薪嘅話，佢就唔會自己親自去做，而係將啲時間慳返嚟去創造財富。納科就將運氣分為4種類型。第一呢，就係純粹嘅好運，就係偶然去發生嘅。第二呢，就係勤奮嘅好運，係通過努力同埋不斷嘗試去增加撞到好運嘅機率。第三呢，就係敏銳嘅好運，因為你具備相關領域嘅專業知識啦，所以可以發現到人哋見唔到嘅機會。而第四呢，就係因為你嘅個人特質、你嘅性格而產生出嚟嘅運氣。佢就舉例，例如你係世界上最頂尖嘅深海潛水員，當有人發現咗海底嘅寶藏嘅時候，佢自自然然就需要你去幫佢解決呢一個問題，從而俾翻啲 reward 你啦。咁佢就話打造一個獨一無二嘅品牌同埋明星，就可以等好運嚟去自動揾上你。納科提到一個概念，就係要 productize yourself， 要將自己商品化。咁自己呢，就係代表發揮你自己嘅 specific knowledge， 做一個真實嘅無可被取代嘅自己。而商品化呢，就代表咗槓桿同埋股權，將你獨有嘅知識規模化，而令到你喺瞓覺嘅時候都可以繼續創造財富。上述就係納瓦爾去教大眾點樣可以透過一啲系統性嘅方法，而唔係純粹嘅好運去賺錢致富。納瓦爾寶典嘅第2章叫做培養判斷力，改變心智模式。喺呢一章入邊呢，就更加強調咗判斷力嘅價值。納瓦爾認為你嘅方向係大過速度嘅。喺呢一個槓桿嘅時代，一個正確嘅決定往往可以大獲全勝。相比起移動嘅速度，選擇前進嘅方向，佢產生嘅差異係更加之大。所以你應該要謹慎咁樣選擇方向，而唔係一味咁樣盲目咁樣付出心力。點樣可以有更加清晰嘅思考呢？首先，你需要面對真相。我哋成日咧都會俾主觀嘅渴望去蒙蔽，面對現實先至可以真正咁樣進步。正所謂旁觀者清，我哋要縮細返自己，先至可以睇到個真相。同埋納瓦爾就建議咧，你要喺1個禮拜入邊空出1至2日去留白，去靜心思考，先至會可以諗到一啲好勁嘅 idea。納瓦爾有分享一啲點樣做決定嘅原則。第一個呢，就係，如果你唔肯定，個答案就係否定嘅。現代嘅社會好多選擇啦，但係一啲長期嘅承諾，例如結婚、創業，影響係好深遠。除非你好肯定，否則你唔應該好輕易去應承。而第2個決策嘅原則就係選擇短期內比較痛苦嗰一條路。當2個選擇難分高下嘅時候，去揀短期比較辛苦嗰一條路，
因為人通常會傾向逃避短期嘅痛苦，但係長期嘅收益，例如健身、閱讀、學習複雜嘅技能，通常都係先苦後甜嘅。納瓦爾呢係一個好鍾意睇書嘅人嚟嘅，咁佢就分享咗一啲閱讀嘅心得啦，我覺得好有用嘅。咁第一呢，就係你要培養閱讀嘅興趣。首先你係要睇自己鍾意嘅題材啦，直到你係鍾意咗閱讀本身。只要你手入邊有本書，就唔覺得喺度浪費緊時間。而第二呢，就係打好基礎，要重視科學同埋基本知識，例如數學同埋個體經濟學。一旦你有咗呢一啲根基，你就唔會驚睇任何一本書。第三呢，就係讀原著同埋經典。為咗打穩思考嘅根基，你應該係直接閱讀大師嘅原著，例如達爾文啊、Adam Smith， 而唔係當代嘅二手詮釋。而最後一個重點呢，就係你唔使強迫自己一定要睇晒成本書，你可以好快咁樣去速讀 skip 住嚟睇，直至你揾到重點或者你揾到好感興趣嘅部分。我自己覺得呢個 tips 真係好有用，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嘗試咁樣睇書，咁就唔會成日卡住咗喺一本書嗰度，然後係放棄咗成本書或者係閱讀。呢本書嘅第3章叫做學會快樂，慾望少但更好。睇呢一部分嘅時候呢，我係認識到納瓦爾佢嘅哲學其實係好禪嘅。我唔知係咪同佢嘅背景有關啦，因為佢係一個印度裔嘅移民。納瓦爾係9歲嘅時候先至跟住屋企人移民去美國。佢對於追求心靈嘅幸福有自己一套嘅諗法。納瓦爾認為快樂呢係當你唔再覺得你嘅人生少咗啲咩嘅時候，嗰一種狀態。當你唔會覺得人生少咗啲咩嘅時候，你嘅心靈就會放空，你唔會再後悔過去或者係計劃未來。佢認為點樣先係真正嘅快樂呢？係內心嘅平靜，係你對現況完全接納嘅一種狀態，係慾望嘅消失。其中一個納瓦爾最著名嘅論點就係慾望係痛苦嘅契約。書入邊有一句名言啦，就係慾望係你同自己定下嘅契約。喺得到你想要嘅嘢之前，你都唔會快樂。佢嘅意思係，當你好渴望某一樣嘢，例如名牌手袋或者係升職加薪，你就等於同自己承諾咗，你未得到佢之前，你都一定唔會快樂。當你將快樂綁喺未來某一樣嘢嘅時候，你就會放棄咗當下嘅幸福。外在嘅成功，例如買新車、升職，佢帶嚟嘅幸福感係好短暫嘅，永遠都唔會有心滿意足嘅一日。所以為咗避免痛苦，你應該限定自己慾望嘅 quota， 喺同一時間呢，最好淨係專注喺一個最重要嘅渴望。納瓦爾認為點樣去獲得快樂呢？其實就可以通過建立一啲好習慣嚟去養成嘅。就例如啦，做健康管理，唔飲酒、唔食糖，攝取足夠嘅陽光，同埋去規律運動。納瓦爾本人呢，佢有做 gym 嘅習慣，佢每日第一件事呢都係去做 gym，無論個世界發生咩事，佢都會先完成咗30分鐘嘅 gym，先至去做其他事。然後呢，你應該選擇同一啲快樂同埋樂觀嘅人喺一齊。同埋你可以透過冥想嚟去重新收拾心情，去觀察腦海入邊嘅念頭，而令到佢去平息。同埋納瓦爾建議你去練習，唔好對每件事都要有反應，唔好不停咁樣去 judge 同埋計劃。面對人生嘅任何情況，你永遠都有3種選擇：改變佢、接受佢，或者係擺脫佢。最差嘅一種情況係咩呢？係你乜都唔做，但係你又想有改變，呢一種嘅掙扎呢係最痛苦嘅。同埋呢，你應該要直面死亡，你要接受死亡係必然嘅。佢會等你明白到
生命其實係一場好玩嘅遊戲，從而呢可以用更好、更正面嘅方法去詮釋個現實。總括而言，納瓦爾認為真正嘅成功係可以退出遊戲，唔再需要依賴外在嘅事物嚟去壯大自己，並且係透過內在嘅修練去達到心靈嘅平靜同埋自由。去到本書嘅最後呢，佢就分享咗一個概念，就係個人責任。冇人會嚟救你，除非你去拯救自己。佢就話，醫生唔可以幫到你去健康，老師唔可以幫到你變得醒目，你一定要自己去努力去奮鬥，而同時健康係排第一嘅。如果你冇健康嘅身體，就算你賺再多嘅錢都無福消受。呢本書真係帶咗俾我好大嘅啟發，同埋好觸動到我。因為呢一本書成個核心概念就係話俾我知，喺呢一個世界上面，其實做最真實嘅自己，然後用科技將我嘅價值放大，你就會得到財富同埋快樂。亦都多得呢一本書啦，令到我依家真係做緊我自己喜歡嘅事，開咗呢一個 channel。希望大家聽完呢一本書都會有一啲啟發啦。我係阿日，多謝你行入呢一個舒適空間，祝願你有美好嘅一日。我哋下次見。